又可以播歌，又可以顯示 RGB 燈嘅迷你 speaker， 999咋？嚟我哋開嚟睇入邊有乜嘢呢？一個 USB-C cable， 一個觸控屏幕迷你喇叭，同埋係個手冊書。講任何嘢之前，不如我教你點攞到呢個咁特別嘅喇叭咧。先嚟 download demo， 跟住你開 demo， 響 search 嗰度你打 DYG5627，DYG5627，得啦。跟住攞到呢個咁特別嘅喇叭啦，就係咁簡單咋。呢個迷你喇叭真係好勁啊，成隻係鐵㗎，佢邊皮有個 TF 卡槽同 USB-C 充電口。嚟，我哋撳開嚟睇下。哇，個熒幕顯示時間同日期。哇，呢個觸控熒幕真係好容易撳，好敏感啊！我哋睇下佢可以做啲咩。先佢可以搞歌，仲可以天氣顯示同埋日曆顯示添。大力撳下仲可以換佢個屏幕面添。呢個迷你喇叭真係幾盞鬼㗎！download佢嘅 app， 你仲可以換你自己嘅屏幕面啊！實在太勁啦！撳佢上高呢個掣仲有 RGB 燈添，好型啊！嚟，我哋試下搞歌。三房燈推一推個熒幕嘅畫面，仲要跳舞添，實在太型啦！佢其實好適合露營使用啊，因為佢好方便。用藍牙配對，佢嘅電池壽命差唔多可以頂到6個鐘。又要講多擺啦，因為咁型嘅999個喇叭，記得用我獨家代碼嚟買啦。幾時啊？記得用我獨家代碼嚟買啦。